咱赶紧来关心风台上新的消息。今年地壳号风台苏拉，今仔日透早减弱做中度风台，这是爱路线会转向北平。气象局预告，上紧伫咧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今年的第9号风台苏拉，伫今仔日透早2点减弱成做中度风台，即马伫高兰北南东方的海面，以1点钟10公里的速度，向北东转北的方向刷震动。估计早起会开始转向北平，向西北对台湾挖过来。拜三、拜四风台上挖台湾。它今天是以逆时针方向旋转的这个路径，大概在24到72小时这段时间呢，它还有可能会略微的增强。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会证世界各国风台路线有测，包括日本、欧洲模式等有无路线，拢对苏拉的路线有做修正。风台的中心有可能未接触陆地。气象专家讲，苏拉往台湾的时阵威力上强，风雨拢会正大，尤其拄好是大满流。第一个受影响的花东、恒春半岛跟宜兰，降雨量拢会正大，民众要特别注意。它的这个强阵风跟这个比较大的瞬间强降雨，农历期间的这个大潮，我们在云林以南沿海低洼地区要注意所造成的这个海水倒灌的现象，可能会很明显。气象局按算8日暗到8日透早发海上警报，上紧伫8日下昼到8日暗发陆上警报。苏拉有可能伫24点钟以内，搁再增强成做强烈风台。因若即马伫咧关岛附近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今仔日有可能发展成做轻度风台海葵，2粒风台有可能会互相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